讲热清着，今仔日伫总统府接见到日本的众议员，同时嘛是自民党代理的干事长萩生田光一甲访问团的成员。罗总统表示，要感谢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，继续来支持着台湾甲日本的友谊。这个萩生田光一致辞的时阵，嘛对台北发生的随机攻击的事件表示慰问。伊阁讲，民调显示，台湾人民上喜爱的国家是日本，相对应的，嘛有将近8成的日本人民对台湾感觉亲近。伊讲，目前台湾甲日本的关系，互认为是史上上好的时阵，嘛希望双方会当继续来深化。能够在经济、安全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